我啱啱睇咗篇文章咧，叫做30以上度眾生，我覺得好有趣嘅，所以我想講係咁。其實30以上度眾生咧，就係觀音菩薩。係觀音菩薩咧，就用32個唔同嘅角色去度眾生，係啦。咁其實點解咧？因為觀音菩薩知道咧，其實眾生好難度，係唔係淨係可以用言語啦，可能先度到眾生。係咁咧，觀音菩薩知道咧，每一個眾生咧都有自己嘅志願啦，同埋有自己嘅因緣，係咁個個都唔同，咁所以咧佛法咧其實係圓潤嘅，係啦，咁就用菩薩咧就用佢嘅圓通啦，去就化現咧由唔同嘅角色去度眾生咯，係啦，咁而觀音菩薩咧好叻嘅，佢喺靈驗會上邊咧證明咗咧，其實觀音菩薩嘅耳根咧係好圓通，耳根係好叻，係啦。咁而32相係邊32相咧？其實咧，有我啱啱睇咗咧，有唔係睇晒，但係睇咗啲，但係咧原來咧都好少喺出邊聽到，係啦。咁首先咧，第一個咧就係講佛，係啦。咁咧即係觀音菩薩咧會咧成為即係點講咧？觀音菩薩咧會做咗佛嘅角色，係示現到佛嘅形象去度眾生。咁即係咩意思咧？其實咧呢個意思就係話咧，有啲菩薩咧係未差唔多，叫做差唔多未圓滿，就差唔多圓滿，係啦。咁所以咧觀音菩薩咧就示現咗佛去度嘅眾生。咁點解咧？其實咧，觀音菩薩咧就係古佛再來，係其實觀音菩薩其實已經係成咗佛㗎啦，係啦。咁所以咧，可以現佛身去度眾生。咁而咧，其實點解會用佛去再現佛再度眾生咧？其實就係因為咧，有啲眾生咧係只要見到佛啦，佢先可以相信，係同埋先可以令到佢得道。咁所以咧，觀音菩薩知道就會用佛身去度眾生咯。咁呢個就係點解會用佛身嘅角色去度眾生，係啦。咁另外一個咧就叫自在天，呢個咧都好少聽到。咩叫自在天咧？自在天咧就係原來咧好自在咁遊行嘅。自在天咧就係咧喺天界六欲之中咧係叫做咩咧？叫做喺天界入邊咧就係六天，即係欲界六天入邊咧係最高一個天嘅，就叫做自在天，係啦。咁咧自在天咧有兩個王，一個王咧就叫做天王，一個王咧就叫魔王，係啦。咁天王係咩咧？天王咧就係話，其實佢修到咧，即係收翻嚟，修到咧未得到定，係啦。咁佢就俾側邊嗰啲五欲咧，受到呢五欲咧嚟吸引佢去享樂。咁咧佢就係啦。咁咧佢其實咧就人哋嗰啲咧謗天啦，人哋嗰啲娛樂咧佢就當自己娛樂，係啦。人哋嘅享受亦都當自己嘅享受。所以咧有一個叫做他化自在天，原來就係咁嚟嘅。他化自在天，他就係他人嘅他，係啦。咁而魔王點解咧？係啦，魔王咧就係、其實咧魔王咧就見到咧有修行者，修行者咧係持戒啦，持戒嗰啲叫修行者，即係修行人啦，去持戒修定嗰啲叫修行人。魔王見到咧有啲修行人咧持戒持得好好，修行修得好好，咁好驚啦！嗰啲修行人咧會脱離咗三界，即係得到解脱。所以咧，呢魔王咧就嚟啦，就係要擾亂啲修行人。咁就會變咗咧除咗佢啦，有魔王啦，佢仲有佢哋嘅眷屬，有魔將啦、魔兵啦，就一齊嚟就擾亂啲修行人咯。呢個就係叫魔王啦，係啦。咁因為佢驚呢啲修行人咧係脱離呢個三界，得到解脱。